還30年嘅房貸同租房30年，到底邊一個更加大冧？例如一套300萬嘅樓，首付60萬，貸款240萬。按照依家3.0嘅一個房貸利率嚟計，30年嘅總利息呢，大概係要125萬嘅。咁如果揀擇租樓，按照依家一線城市月租4000蚊嚟計，30年嘅租金呢，總共呢係144萬，佢呢係比房貸利息仲要高嘅。更關鍵嘅係租房30年之後，你仲係一無所有，呢層樓係房東嘅，而還齊30年嘅房貸之後，呢層樓呢係屬於你自己嘅。當然啦，呢條數呢唔係可以咁簡單計嘅。如果係呢個房價下跌，或者你中途換咗嘢做，換城市，咁房貸呢就會成為沉重嘅負擔。如果係呢層樓佢個房價穩中有升，咁佢個樓呢唔單止可以住人，仲可以成為你嘅底氣。而租房雖然話係靈活咗啲，但係永遠都係喺度同其他人還房貸啦，仲要面臨房東嘅升租、搬屋嘅麻煩。咁重點嚟啦，計埋通貨膨脹呢筆數呢就更加之明顯。房貸月供呢係固定嘅，依家覺得月供有壓力，但係10年、20年之後呢，錢越嚟越唔值錢嘅。咁呢啲月供就好似啲毛毛雨一樣，但係房租呢就唔一樣啦。通脹升幾多，房租大概率呢就會升幾多。30年落嚟，實際使嘅錢呢係遠遠比144萬仲要多嘅。用個屎忽諗都知道，買樓呢肯定係比租樓更加大冷噶啦。評論區話俾我知，你哋係願意孭30年嘅房貸，定係租30年嘅樓呢？